人西波，不睇也罷。已經聽到好多四驅車聲啦，此起彼落啦。放到車當贏，放到架車落去當贏。哇！好多細路啊，好多小朋友啊，恰啲細路。今日嗰架車唔夠照，今日架車唔夠照，黃色柯打仲係。哇！好多人啊，你睇下。啲細路仆晒喺度，嗰架白色好快啊，好快，有一架特別快。哦，終於飛咗，終於飛咗啦，快得滯。嗰架密林旋風。終於飛咗啦！尤其是而家仲放緊年假啊嘛，有一架飛走咗，有一個飛街，唔可以太快嘅，呢啲快得太離譜啦！一飄住咁去車台。嗰架係咩嚟嘅？粉紅色底。哦，嗰啲輕飄飄嘅 open cast 嗰啲車嚟，所以就可以飛咁快去。嗰啲係大人玩嘅 open car。佢係唔用車殼再加吊鐘避震，唔用車殼已經輕好多啦。三仔號已經退役啦，冇得玩㗎啦。香港有冇啲無限制港槍大賽？有啊，有啊，咪亞洲選拔賽咯。佢有公開組，有一個
stockcast 嘅，即係無切割組咯。